漢標議員，唔該。好啊，主席，係3、4兩部分一齊啊，係冇錯。好。主席，個第一個問題咧就係報告嘅3.6C 段就提到啦，根據食環署指引，如果部門人員執行戶外職務嘅時候咧，佢嘅上級人員應該定期抽樣進行實地檢查，而科別組別主管咧就需發出清晰指示，訂明檢查嘅頻次同埋程序，而檢查詳情應該係詳盡記錄嘅。審計署就發現咗咧，食環署指引裏邊就冇定明就專責執法小隊工作進行嘅督導巡查方面嘅規定。3個分區環境衛生辦事處對其執法小隊進行嘅督導巡查頻次，亦都唔係一致嘅。咁我想請問處長咧，有冇採取具體嘅措施去改善上述嘅情況？可唔可以係即係提供下而家最新嘅情況係點樣呢？好啊，唔該，吳處長。係，多謝主席。就住呢一方面呢，審計報告裏面都頭先龍議員都有提到啦，我哋本身而家都有巡查工作嘅。咁巡查工作呢，的而且確喺去到而家呢，我哋冇特別就住呢一個咁嘅做法呢，係有一個每一區定翻係嗰個頻次係幾多。咁我哋覺得呢一方面呢，為咗達到喺不同區去會有少少嘅一致性去做翻相關嘅巡查工作呢，我哋其實已經做咗一個嘅指引嘅啦。就住個審計報告裏面嘅建議，咁我哋將來呢，就會係要求翻有關嘅巡查小隊呢，係每一個有個工作計劃啦。第二咧就係話每星期咧係會按翻有關工作裏面咧巡最少1次嘅，呢個次數我哋會釐定翻嘅。多謝主席。龍議員，我想請問係咪每個區嗰個指引都係一樣，抑或係每個區係因應當地嘅環境係有唔同嘅咧？吳處長。係，多謝主席。我哋嗰個指引呢，將會係定為係最少1次，即係喺每個區最少要巡1次嘅嚇。咁當然啦，如果有個區程，按住各個區程，有部分區佢哋覺得巡嘅次數係要再多啲嘅，咁呢個佢哋有咁嘅彈性喺度嘅嚇。好啊，龍議員。好啊，主席，我就去到係報告嘅3.8C 段呢，就提到有37個地點被納入3個分區環境衛生辦事處嘅情況報告，就以9咧，介乎係1.5年至到係7.3年不等。然而喺2024年7月至到9月期間呢，該3個分區環境衛生辦事處已為各個地點進行過2次至到62次嘅突擊行動。食環署喺2025年3月回應審計署嘅查詢嘅時候就表示咧，呢啲地點咧就通常涉及固有嘅複雜環境，就並有環境衛生問題，長期就被視為老大難嘅問題啦。咁我想請問處長咧，為咗各個地點進行過數十次嘅突擊行動，係咪都係涉及成功檢控嘅呢？吳處長。係，主席，其實就住嗰啲不同嘅黑點啦，我哋嗰個巡查小隊或者我哋執法小隊應該咁講，佢哋喺唔同嘅時候，亦都係會進行一啲執法嘅工作嘅。咁其實審計報告裏面亦都就住不同嘅執法小隊，佢每次出勤嘅時候呢，個執法嘅情況，譬如話出到幾多張嘅定額告票，我哋都會有一啲相關嘅數字喺度。咁龍議員佢嘅問題，我諗主要關注到嘅就係譬如話一啲長期都擺咗喺一個嘅黑名單裏面嘅黑點，究竟其實分區會唔會按住翻個執法情況去作出一啲檢視呢？其實我哋呢方面我哋有呢個工作喺度嘅。咁每一個區其實都係要按住佢哋整體上面巡查小隊喺不同地點執法嘅情況呢，去每2個月檢討一次，確保翻呢啲喺不同區份由巡查小隊巡查嘅黑點呢，係的而且確係有需要做呢相關嘅行動，先會再繼續去嚟緊擺翻喺嗰個即係黑點個名單裏面嘅。呢方面嘅工作我哋係有做到嘅。多謝主席。龍議員。我想請問下嗰個即係所謂老大難問題咧，個意思係咪即係話即係你哋係屢次執法，甚至乎係即係屢勸不改啦？咁即係呢啲嘅係問題，你哋打算係即係點樣去解決嘅咧？除咗係加強個執法之外，吳處長。
係，多謝主席。其實除咗話執法以外咧，的而且確咧，我諗整體而言啦，有一部分咧，好似審計報告裏面有提到，有一啲嘅黑點，我哋喺經過多次嘅檢視後，仍然都需要擺喺裏面嘅。其實嘅原因咧，亦都係因為我哋去決定某一點係咪擺喺個黑點嘅名單裏面嘅時候，除咗話睇個執法嘅成效以外咧，我哋亦都會係同當區嘅一啲嘅，譬如區議員啊、地區人士啊，去問下佢哋嘅意見。譬如話有啲地點，假如我哋少執法嘅話咧，有機會復發，即係話翻發嘅機會係會喺度嘅時候咧，我哋有需要去繼續擺翻喺呢個嘅名單裏面啦。咁龍議員頭先就講過啦，除咗執法以外，我哋會唔會有其他嘅工作會做咧？呢方面我哋其實譬如話喺一啲嘅某一部分嘅黑點咧，我哋亦都擺咗一啲嘅即係 IP camera 啦，一啲嘅網絡嘅攝錄機啦，呢方面亦都可以達到一啲嘅阻嚇嘅作用。咁所以我諗兩者喺執法嗰方面嘅層面呢，我哋除咗頭先講執法以外，我哋嗰個攝錄機啦，另外我哋當然宣傳教育整體上面亦都希望會加強啦。喺嗰個執法，譬如話係罰則方面，我哋之前亦都係有一啲嘅法例嘅檢討，令到我執法嗰個嘅力度或者嗰個阻嚇嘅作用亦都可以加強啦。咁所以喺多方面工作，希望令到我哋喺唔同嘅環境黑點，尤其是抌垃圾嘅黑點方面呢，我哋可以係即係有效咁樣去減少。多謝主席。龍議員。係啊，主席，我發覺咧就係即係真係可以做得到嘅嚇。我見到係即係亦都即係有成功嘅係案例嘅，因為我睇報告嘅表7嘅資料啦，我哋睇到咧即係由專責執法小隊處理嘅棄置垃圾黑點數目，由2020年同埋2021年超過260個啦，就大幅減少到最近3年都少過70個。咁我想即係請問下處長，即係嗰個即係咁成功，即係你有冇喺當中係即係睇到嗰個嘅係個原因咧，從而係可以係去係將佢係擴展到去即係其他嘅領域方面咧？吳處長。係多謝主席。就住呢一方面呢，我哋當然都即係樂見到，譬如話有關嗰個執法嘅成效係達至到可以令到有關嘅黑點可以減少啦。咁正如頭先講啦，我哋睇到呢個情況係有幾個方面都會係有幫助嘅。第一，當然個執法嘅力度啦；第二方面呢，亦都係話整體上面，譬如話我哋一個嘅法例上面賦予我哋，譬如話係有一啲嘅權力，譬如話係嗰個即係嗰個罰款嘅額增加咗嘅時候呢，對於個阻嚇性方面亦都會有幫助啦。咁至於嗰個整體上面社會嘅氛圍，佢對於呢方面嘅緊張或者重視程度，透過不同嘅公眾教育啊、宣傳工作，令到會大家明白係譬如話即係亂拋垃圾或者係即係喺呢方面環境構成一啲問題嘅滋擾嘅問題呢，係應該盡量減少。咁我哋咁方方面面都會係有幫助嘅。咁龍議員講啦，即係譬如話我哋會唔會擴展到將有關呢啲方法擴展到不同嘅地方，令到我哋整體個黑點會減少呢？呢個當然我哋會即係檢視翻我哋有關嘅成效，將成功嘅做法喺唔同嘅點裏面呢，去再重複翻相關嘅一啲嘅做法喺度，令到我哋有效減少翻個黑點嚇。龍議員。好啊，咁就報告嘅3.13段就提到啦，食環署透過服務合約喺非法棄置垃圾黑點安裝咗係網絡攝錄機，以壓止喺公眾地方非法棄置垃圾嘅情況。報告嘅對唔住50就提到咧，食環署將網絡攝錄機嘅安裝同埋運作工作係外判嘅。現行合約期呢，就係為2023年9月1日至到2025年8月31日嘅合約，透過公開招標就批予一個承辦商，合約價值就係1600萬。據我了解呢，好多個政府部門，好似係運輸署啊、房屋署、康文署、警務處，都有自行安裝同埋使用網絡攝錄機進行監察或者執法工作㗎。咁我想請問處長係即係點解食環署要將呢啲網絡攝錄機嘅安裝同埋運作嘅工作外判，而唔直接由部門內部去負責呢？係咪純粹係因為嗰個係成本效益嘅問題呢？吳處長。
係主席，或者其實呢方面我哋都覺得一向做翻落嚟啦，睇到嗰啲嘅 IP camera， 我哋係透過承辦商提供服務咧，相當程度咧，我哋有一定嘅彈性喺度嘅。咁其實亦都睇到咧，我哋從審計報告裏面亦都有講到咧，我哋歷年喺網絡攝錄機嗰個數目方面咧，我哋都會不斷嘅增加喺度。咁有關嘅合約，其實呢種咁嘅做法咧，其實亦都令到我哋可以譬如話比較係調動位置也好，我哋譬如話增加嗰個攝錄機嘅數目也好，亦都個彈性雙面咧係有翻雙番嘅彈性喺度啦。咁我哋覺得呢個做法其實係一個幾好嘅做法喺度。其實嚟緊都值得有機會講一講，我哋本身喺攝錄機嗰方面，我哋會喺來年啦睇翻我哋整體嘅成效。檢視咗之後呢，其實係會大幅增加嘅。咁我相信有關呢個合約嘅安排，亦都可以令到我哋做得到比較短時間可以增加翻嗰個攝錄機數目嘅一個做法。多謝主席。龍議員。我留意到即係呢個現行嘅合約係今年8月31號呢就係到期。咁剛才處長話會係即係大幅增加個數目啦。咁係到期嘅，我相信現在即係距離到期時間都好短啦，咁嗰個係即係招標嘅工作，你哋都係即係準備當中嘅啦。如果未能進行嘅話，咁我想了解一下係你哋會係即係用翻單一嘅係合約啊，抑或係因着係即係增加咗嘅數量係而將嗰個合約係即係分開去招標咧？吳議員，吳處長。係主席，我哋個計劃咧，譬如頭先講過啦，我哋會增加譬如話1倍咁嘅數目嚟嘅時候咧，我哋會係嚟緊睇下我哋合約本身可能係會用翻1張啦，定係2張啦。我諗都係我哋而家喺度諗緊相關嘅做法，因為加嘅時候咧，我哋未必係一次過，即係話整體話好短時間內即刻要加，可能會分階段嚟到做有關嘅做法啦嚇。係，龍議員。我唔反對嘅，處長嚇，即係你哋係即係採取嗰個係認為係即係用呢個係招標同埋係用承辦商去處理呢啲嘅係網絡攝錄嘅係工作。咁但係我都係即係可以係請你係參考一下，即係政府內部即係其他嘅部門，佢哋係即係自己去做嘅時候，可以比較一下嗰個係成本同埋效益啦。咁呢個係即係當然係留翻俾個係即係處方去決定啦。咁但係即係有政府其他嘅部門，佢哋成功嘅先例，亦都可以係去作為參考嘅。主席，我跟住就去到係3.14段啦，就嗰度係即係正話呢個問題，即係處長正話都答咗㗎啦，咁我唔需要再問啦。咁反為我想去3.18段啦，就提到審計處到咗10個問題地點就進行實地視察，發現部分問題地點同埋毗鄰嘅地區咧都有係環境衞生嘅問題。就住報告照片4同埋照片5嘅例子咧，咁我想請問處長咧，喺馬路上發現咁大量嘅係棄置物咧，食環署嘅前線同事執法係點樣可以確認嗰啲棄置物嘅物主嘅咧？吳處長。係主席，或者我哋都可以睇下照片4同照片5咧，其實佢的而且確呢啲咧喺路上面發現嘅一啲係廢棄物啦，但係佢哋其實本身咧，大家都睇到係一啲譬如話發泡膠箱啊、紙皮啊呢一類，其實喺有部分人當然覺得佢係垃圾啦，但係實際上其實佢哋本身都係一啲嘅回收物嚟嘅。咁所以點解可以喺個地段上面去堆積咗呢？其實我哋前線執法嘅同事或者睇到嘅咁嘅情況嘅時候呢，當然係清楚知道有啲咁嘅回收物擺咗喺街上面啦。但係我哋一向喺呢方面採取嘅態度呢，就因為佢本身並唔係垃圾，而係一啲回收物，亦都係將會係有回收商去回收翻嘅。咁所以我哋其實係採取一個相對比較有彈性嘅做法啦。咁其實我哋會知道，譬如附近可能有一啲嘅回收嘅人士，佢會將佢收咗呢啲咁嘅回收物之後呢，暫時擺咗喺地段上面，當然係唔理想嘅。咁所以我哋其實亦都會透過同佢哋聯繫啦，即係希望佢哋譬如話盡量減少呢啲咁嘅情況，唔好一直長時間擺咗一啲回收物，令到
路面上面有堆積啦。咁呢方面呢，我哋係頭先龍議員問過，我哋知唔知我哋前線同事係知道邊個擺上去，亦都係有同翻相關一啲嘅即係執呢啲回收物嘅人士咧，同佢哋講，勸佢哋咧，即係唔好咁樣喺路面上面咧堆積咁多嘅回收物嘅。咁呢一方面係有做啦。另一方面咧，其實我哋亦都係透過譬如話同相關部門咧，譬如環保署，我哋都係聯繫緊，就究竟我哋點樣可以話就住整體上面呢一類喺街上面擺咗回收物，可唔可以盡快清走去呢？雖然完全理解本身呢啲回收物係有個回收嘅作用，咁但係希望呢喺嗰個路面上面，令到路面上面係有阻塞嘅情況，呢啲情況呢都可以盡量減少嚇。多謝主席。龍議員，主席，我仲有係3條問題係即係今次問埋，抑或係等排啊3條問題，後邊係簡慧敏議員，咁俾簡慧敏議員問先啦。好啊，好啊。下一位係第2輪嘅龍漢標議員。好啊，多謝主席。主席，我翻去係報告嘅3.21段啦，裏邊就提到係食環署回應審計署嘅時候表示啦，審計署觀察到發泡膠箱或者係紙箱咧係可以係回收或者重用，並非廢物。咁而食環署明白到係回收活動嘅價值，加上好多拾荒者都係草根市民同埋長者，所以署方呢一直都係採用一個係較為彈性嘅方式去處理。咁樣對於係拾荒者同埋原本物主嚟講呢，應該係歡迎食環署呢種彈性處理嘅方式嘅。咁但係即係其他市民同埋道路使用者咧，就或者會有啲怨言啦，認為咁樣係即係食環署係即係執法不力啦。咁我想請問署長咧，喺面對即係呢兩方面嘅矛盾咧，你係點樣係即係作出一個平衡咧？吳處長，係主席。龍議員講到嘅情況呢，正都係我哋而家要面對要處理嘅一個狀況啦。就係一方面，我哋覺得嗰啲係一啲回收物嚟嘅，唔係垃圾嘅。咁最簡單當然我哋係即係將佢全部掃走。咁亦一方面即係某部分嘅市民可能覺得因為阻咗街唔係好理想嘅情況嘅時候呢，如果係單純從一個執法，咁當然我哋可以拎走去掃走佢啦。咁但係亦都考慮到我哋要便利翻嗰個回收物，究竟點樣可以令到佢真係有效嘅回收呢個方面呢，我哋係作一個平衡嘅。咁我哋有個做法，而家就係話盡量去即係同翻有關譬如啲拾荒者或者係執呢啲回收物嘅人士同佢講啦，就話係唔好喺個即係繁忙嘅街道去阻街即係亦都唔好擺過長嘅時間。希望用呢種方法，希望勸喻佢哋將一啲回收物移去一啲相對係比較即係冇咁阻街嘅一啲情況啦，呢啲嘅地方啦。咁個做法上大致係咁嘅。咁但係再長遠少少呢，我哋希望會同翻相關嘅部門呢去檢視翻，究竟我哋點樣可以便利翻有關嗰個回收物，可以真係唔使擺喺個公眾嘅街道上面呢個好長嘅時間，係等待回收商嚟到收取。咁呢個點樣便利翻，令到可以盡快將回收物由回收商去收翻呢？呢個我哋正同不同嘅部門傾緊嚇。龍議員，即係我自己係即係都係對於係嗰個即係執法都係即係應該係即係採取一個係即係比較人性化嘅。咁所以我係即係贊同食環署嗰個即係而家呢個咁樣嘅做法嘅。咁至於即係阿處長講話係即係同其他嘅部門咧，咁你呢個處都係喺謝局長之下啦。咁我諗即係應該係喺嗰個係環境生態方面可以係即係做到係如何係令到係即係係有效回收，而又唔令到係即係食環署嘅前線人員啦係即係俾嗰啲道路使用者去投訴啦。咁我睇下阿局長一定會諗辦法嘅。局長有冇回應啊？係，好多謝議員個問題。其實我自己都留意到有一個咁樣嘅問題嘅存在，所以其實我已經係指示咗兩個部門，大家喺度探討點樣可以呢，即係循住咧即係做一啲嘅安排，譬如可唔可以揾一啲嘅地點係冇咁阻街嘅地方嚟到方便一啲嘅即係操作呢方面收回收物嘅人士啊，同埋亦都可唔可以喺做一啲嘅規範教
俾一啲嘅準則，佢哋點樣去做啊？咁嚟到係將呢個平衡嗰個即係對市民嘅滋擾啊，同埋咧對嗰個回收物嗰個回收方面。咁我已經指示咗兩個部門喺呢方面嚟到傾談嘅啦。龍議員，好啊，主席，我而家係去到第4部分啦就報告嘅 4.5A 段就提到啦，食環署喺回應審計署嘅查詢時就表示，如果潔淨工人未有作出任何異常報告，指服務未能提供嘅話呢，就即會視作係已經提供咗街道清掃服務。另外，食環署亦都表示咧，督導巡查人員呢就會就清掃後嘅潔淨情況進行風險為本同埋隨機嘅檢查。如沒有關於不符合服務表現規定情況嘅報告，就即係視作係既定目標已經達到啦，即係呢一個咁樣嘅係假設啦，就係咪一個係即係好大膽嘅假設咧？即係話即係冇 exceptional report 啊，即係冇異常報告咧，就當係做妥咗啦咁。即係我想問一問當局會唔會即係檢討呢一種嘅機制咧？吳志揚。係主席，首先話咧，我講啦，其實我哋都好重視咧，即係呢一個相關嘅做法，就話我哋有個咁嘅要求，喺不同嘅道路裏面咧，9點前係要即係清除咗一次嘅。咁我哋睇翻咧，其實每一個區啊，其實都喺呢方面係達標嘅，因為呢個第一點啦。即係我哋之後又再睇翻就住審計報告裏面講出呢個情況之後，我哋就再去睇翻究竟其實係每個不同嘅區有冇喺9點前掃完相關嘅地段呢？呢個我哋就確認都係有做嘅。咁龍議員講一樣嘢咧，反而係一個我哋而家都睇到係有個地方係要改善嘅，就係邊一度咧？就係而家嗰個報告嘅狀況係點做咧？就係我哋會要求不同嘅前線同事人員去，假如睇到係即係冇做嘅，其實佢一定要講俾我聽，譬如做唔到嘅，佢係要講俾我哋聽嘅。咁當然即係一個咁嘅假設性嘅做法咧，我哋認為又未必係最好嘅做法啦。相反，我哋而家係諗住會點樣做咧？就要佢哋調翻轉啦，要積極啲講翻清楚，就係有做到嘅時候，佢都要講俾我哋聽係有做到啊！即係唔係用一個負面或者係一個 exceptional， 頭先阿龍議員講嘅做法，係調翻轉 positively 講俾我哋聽，即係正面啲講翻，佢嗰個係成段係有呢段數咗，亦都要將呢個情況咧喺佢哋個俾我哋提交嘅報告裏面咧講清楚嘅嚇。龍議員係一個即係正面係好過一個係即係係假設啦嚇。咁我亦都想係即係跟進咧，就係你哋做嗰個係即係風險為本嘅抽查咧，咁嗰個係即係有冇一個指引嘅啦？係即係點樣抽查法？抑或係即係每一個區佢即係當值嘅人員係可以按佢自己嘅情況去作呢個抽查嘅咧？係吳志揚。係主席，我哋其實就住嗰個不同嘅巡查咧，我哋可以睇一睇翻我哋早前喺2.11個段落裏邊呢，我哋有啲唔同嘅巡查方法嘅。咁其實除咗話風險為本巡查以外呢，我哋係有日常嘅巡查嘅做法會喺度嘅。咁就會係由譬如話啲係外判咗嘅地區啦，咁佢嗰個嘅相關嘅地段呢，係會有一個嘅高級管工呢，去每一天都睇一睇個數咗出嚟個情況係點樣。咁呢個就日常巡查啦。頭先龍議員講到，譬如話係一啲嘅風險為本嘅巡查呢，我哋都係有做嘅。譬如我哋收到一啲報告，舉個例話，好似特別多嘅投訴喎，咁嗰度情況係咪出現咗有啲掃得唔好啊？咁我哋會收翻呢啲咁嘅情報，做一啲整理分析嘅時候，就會用呢種咁嘅形式睇翻一個風險為本嘅巡查，會係喺日常巡查以外，再即係增添做一啲嘅風險嘅巡查工作啦。龍議員點樣去抽查？你哋係有確實嘅指引嘅嚇。吳志揚。
係我哋係有個指引去講話何謂一個風險巡查，譬如要考慮嗰啲因素會係啲咩，包括譬如話我頭先講係一啲個別區份可能會收到嘅投訴啊，又或者譬如一啲嘅呢啲投訴可能係寫入嚟啦，亦都有一啲可能係我哋去巡嘅時候，巡完之後發覺有啲地方佢好似諗住喺個地方都係唔係咁好嘅時候，呢啲我哋亦都會係喺個風險比較高嘅一啲地點啦。咁呢啲嘅我哋不同嘅因素，我哋係會有啲咁嘅指引俾翻啲同事嚇。哇，龍議員。所以呢個指引應該係適用於係即係每一個區都係用同一個指引嘅。吳處長。係大位嗰個指引啦，即係包含一啲咩嘅具體嘅因素，我哋考慮何謂風險咧，我哋點樣去做呢類嘅巡查咧？我哋有呢方面嘅一啲嘅指引，但係具體譬如執行嘅時候，當然每一區有佢哋自己嘅彈性喺度啦嚇。好啊，龍議員。好咁最後一條問題啦，主席係4.17A 段咧，就提到審計處留意到喺50份嘅街道潔淨服務合約當中咧，有9份咧，即係18%就冇要求承辦商使用配備高速清洗盤嘅小型洗街車。食環署回應審計處嘅查詢嘅時候表示咧，雖然該9份合約冇提供配備高速清洗盤嘅小型洗街車，但係相關服務喺同區其他嘅街道潔淨服務合約下提供。由於合約條款容許喺各區內跨合約調配小型洗街車，所以咧，除咗係離島以外嘅全部分區咧，都有使用呢個嘅係合約嘅小型洗街車。咁我想請問食環署署長咧，即係呢個容許跨合約去調配小型洗街車嘅安排啦，就即係等於係即係容許一啲冇小型洗街車嘅服務承辦商都可以係參與你哋嘅係投標啦。咁對於嗰啲係即係本身係配備咗小型洗街車嘅服務承辦商嚟講，係咪有啲唔公平咧？即係有啲係即係佢冇咁樣嘅冇咁樣嘅器材嘅，佢都可以係去投標。吳處長。係。主席，我哋去考量話有啲邊啲合約去做一個小型洗街盤啊、小型洗街車嘅合約嘅時候咧，當然我哋睇下從一個即係成本效益嘅角度出發啦。因為有一部分合約，假如我哋認為佢個相關承辦商已經可以提供服務去 cover 或者去做埋一啲其他嘅一啲嘅冇呢一類合約嘅地方嘅時候咧，我哋覺得整體上面嘅成本效益係會好嘅。咁當然頭先阿龍議員講到嗰個係從一個即係公平嘅角度嚟去出發啦。我哋睇到譬如話，如果佢一個係有呢啲相關設備嘅承辦商，佢不單止可以提供到我哋有呢個合約需求嘅一啲合約啦，佢一啲冇呢個特別話要係洗街盤嘅合約咧，其實佢亦都可以競投嘅。咁我哋相信反而係我哋去諗呢件事嘅時候咧，點樣可以係確保到我哋有關喺不同嘅區份，如果需要用呢啲即係高壓啦，或者係小型洗街車嘅地方，真係可以涵蓋得到。呢個係我哋即係去釐定不同合約嘅細則或者要求時嘅主要嘅出發點啦。咁我哋亦都睇到咧，其實隨住譬如話我哋有個計劃啦，嗰個小型洗街車嘅數量涵蓋嘅範圍咧係其實已經多咗㗎啦。以往咧我哋係1800嘅段嘅，而家我哋已經真係倍增到去3600段。個原因亦都係睇得到咧，呢一類嘅小型洗街車對於徹底深層次去清潔個街道咧係好有效嘅。咁隨住呢啲嘅段落多嘅時候，將來我哋喺不同嘅合約，究竟喺邊一部分嘅合約係要求翻相關承辦商要提供類似嘅服務咧，我哋都當然會係有一個即係考慮喺度啦嚇。好，阿龍議員，我想問一問咧，即係嗰啲係區域冇嘅嗰個係即係清潔合約，若果係即係冇小型呢啲小型洗街車嘅時候咧，若果係要對唔住，若果係要做到嗰個徹底清潔啊，即係佢冇呢個嘅係小型洗街車高速嗰種嘅係即係清潔嘅係效能嘅時候咧，佢有啲乜嘢方法係可以係即係去代替咗呢個小型洗街車嘅係嘅功能嘅？
吳處長。係主席，對於一啲譬如話有部分地區，我哋認為係未必需要啦，即係去做一啲高速清洗盤呢一類嘅清洗工作咧，我哋都仲有啲其他方法，譬如話我哋高壓槍啊、高壓水槍啊，一啲嘅即係清洗小隊會用啲高壓槍嘅設備嚟去到做一啲相比起就咁平時清洗再高少少嘅深層次少少嘅清洗工作，但係亦都未必需要去到呢一個咁嘅即係用高壓嘅形式嚟到做咯。咁我哋有其他方法會去處理咯。好啊，陸議員。咁即係話，若果佢係冇嗰個承辦商係冇呢啲配備嘅時候咧，但係若果係有咁嘅需要，佢都係有方法可以係做到嗰個係效果嘅，係咪可以咁樣係即係作個結論呢？係，吳處長。係主席，即係譬如有一段階段係佢需要，可能有啲階段係需要高壓嘅清洗盤啦，咁有第二啲合約嘅承辦商會可以包含到啦。如果係唔需要高壓清洗盤嘅，係可能係要高壓水槍嘅，本身亦都會有一啲嘅服務係會做得到嘅。咁我哋嘅整體嘅出發點，正如我頭先咁講啦，睇翻條道路所需嘅服務喺邊度，係需要去到咩程度嘅清洗嘅服務咧？咁我哋係會確保到係有即係提供到呢一類，喺不同嘅承辦商都會可以包含得到啦嚇。好，陸議員。主席，我問完啦。好，唔該晒，好。